会病。妈，阮差一点冇你惊死呢。有要紧无啦？是什么病啊？保健车要安怎？恁大家骹手爱较美了，袂袂赴哦。吼！我就也无要做戏。你有双宝是秀芬爷大家出，个爱经理较有把握的。请呀秀芬爷戏出啦，互伊满面全投火。因为罗素就明知影讲，咱三个敢若亲姊妹共款，即摆是要叫咱姊妹仔相拼就对啦。输人唔输阵啊，对无？对，输人唔输阵啊！漂亮啦，来宾啊！快去呀，彩姐，你做一个气困啊，就做甲你了啦。爸爸辛苦，你嘛做辛苦，哥哥姐姐嘛拢做辛苦，敢我上赢啊！这若搁拖落去哦，会去医院就败血症。哎呦，这么严重。